我们家也是。啊，对不起，我找错人了。没关系，就随缘。我想说他很会种啊，那个时候不过我的朋友跟我讲说哈，那个丝瓜在种的时候，下面的叶子，他说把下面几层的叶子都把它拔掉。哦，伊讲安尼菜瓜较会大啦。哦，爱放甲偌悬？伊讲差不多4-5点，就是4-5点，嘿，差不多4层5层那边叶子都把它弄掉，然后就让它自然生。OK， 就是我的朋友他给我那个菜龟摘跟那个Hana Q 里有没有日本小黄瓜？结果日本小黄瓜已经吃两只了，已经吃2只，可是那个就长得不很好。对啊，他跟我讲说，可能就在从下面开始，那叶子把它除掉。哦，好啊，那我来试看买，我来试试看。耶，试看买呀，谢谢，呵，谢谢。这里会较换起来啦吼，咱先来进行安尼啦，时间已经到啊吼。呀，咱同款啦，我想咱就用做伙来读圣经安尼吼，就大家对我读啊吼。第3章咱今仔日第3章全部啦吼。来，戆的加勒泰人啊，耶稣基督正是者。来，歹势，等一下，我爱甲恁的音禁掉，无咱会足侪回声。OK。来个对头吼。戆的加勒泰人啊，耶稣基督正是者，已经形容真明伫恁的目睭前，等恁互治罪袂去啊。我简单问恁一项：恁前受到圣神是对趁律法来行，还是对听来信啊？恁到遮戆啊！恁既然伫圣神做起头，当就伫肉体成尾吗？恁受遮侪项的艰苦兼空空吗？总无真正空空啊！迄个想事恁圣神，搁出力行遮的权能伫恁中间的，是对恁趁律法来行，还是对恁听来信啊？亲像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甲伊算作义。所以恁着知，既若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大声看出上帝要互外邦人对信称做义，就大声传福音互亚伯拉罕，讲万邦要对你得到福气。可见，既若信的人有信的亚伯拉罕同得到福气。既若靠本身行律法的，拢受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无常照律法一切，拢总所记载来行伊个，就受咒诅。若靠律法，无人伫上帝的面前称做义，是明，因为义的人要对神来活。若是律法毋是对神，独行遮个，要对遮个来活。基督已经赎回咱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伊为着咱成做咒诅，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掉伫查尼的受咒诅，要互亚伯拉罕的福气对基督耶稣宣告伫外邦，互咱对神得到所应允的圣神。兄弟啊，我照人的代志来讲，虽然是人的约。若是已经定着，就无人甲伊废无，还是加添。当遮个应允是对亚伯拉罕甲伊父的讲的，伊无讲以及你遮个父的，亲像指侪人，是讲你甲你的父的，亲像指一人就是基督。当我讲
上帝大先定定的约，毋是迄个430年后的律法所会甲伊废无，直到所应允的归伫空空。因为承接家业，若是对律法，就无对应允，总是上帝允许亚伯拉罕是照应允。安尼律法是怎样？是为着这个过失来加设，幸好迄个得到应允的户会到，也是对天使经过中保的手来设。当中保毋是做一个中保，若是上帝是一个。安尼律法甲上帝的应允对比吗？断断毋是。因为若捌传一个律法会互人活的，就义实在是对律法。总是圣经已经将万人围伫罪恶内，要互所应允的通对信耶稣基督来享受遐个信的人。总是这个信未到的大经，咱受固守伫律法的为地来听，后要显明的信。安尼律法是做管顾囡仔的，带咱到基督，互咱对信来先做义。若是信已经到，就无搁降服伫管顾囡仔的，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拢做上帝的囝。因为恁囝若受洗礼来入伫基督的，是捌称基督。无有犹太，还是希利人、奴仆，还是自由的，查甫人、妇人人的分别，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恁若属基督，就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中文哈。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你们眼前不是有一幅清楚的图画吗？你们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你们受了上帝的灵，是靠遵守法律，还是借着听信福音呢？你们怎么会那样无知呢？你们是从接受上帝的灵开始的，现在竟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吗？你们以往一切的经验是徒然的吗？绝对不是。上帝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当中行各样神迹，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圣经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他信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认他为义人。所以你们知道，有了信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圣经预先看到，上帝使外邦人因信而跟他有合宜的关系，所以早已把这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民都要借着你蒙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信了，因而蒙福，这样一切信了的人也要跟他一同蒙福。以遵守法律为凭借的人，都是活在咒诅之下，因为圣经上说，凡不是遵守法律书上一切规条的人，都要受上帝咒诅。可见没有人能靠遵守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因为圣经上说，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将得生命。但是法律并不是以信为凭借的，而是像圣经所说，那遵守法律的人将因法律而存活。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咒诅，借此救赎我们脱离了法律的咒诅。因为圣经上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人都受上帝咒诅。
基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外邦人借着基督耶稣获得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泽，这样我们能借着信而领受上帝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举一个例子。当两个人同意某一件事，并且签订了契约，没有人能有所增减。同样，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了应许。圣经并不是用向子子孙孙指多数的，而是用向你的子孙指一个人，就是基督。我的意思是，上帝立了约，并答应持守这约。那在430年后才出现的法律，不能够破坏这约，以至于取消了上帝的应许。如果上帝赐产业是根据法律，那就不是靠应许了。然而，上帝赐产业给亚伯拉罕是靠应许的。那么，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呢？法律是为了指出什么是过犯而设的，直到那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来临才结束。法律是由天使借着一位中间人颁布的，可是属于单方面的事就无需中间人，上帝是单方的。这样说来，法律跟上帝的应许相抵触吗？绝对不是。如果法律的颁布能够给人带来生命，人就可以靠法律而可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然而，圣经说，全世界都处在罪的权势下，为要以信耶稣基督作为领受上帝应许的根据。这应许是赐给所有信的人的。但是，信的时代没有来临以前，法律看守我们，像看守囚犯一样，直到信被显示出来。这样，法律成为我们的监护人，指引我们归向基督，目的是要使我们因信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既然现在是信的时代，法律就不再监护我们了。你们大家都要借着信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受洗跟基督合而为一，正像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在基督的耶稣的生命里，你们都成为一体的。如果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会承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再来，咱今日要讲第三章，来分享啦吼。要讲到第三章之前，咱大概知影讲伫第三章开始，保罗伫遮所咧论的代志吼。第三章、第四章其實足完整是咧講到律法主義甲因信稱義的差別，也是講咱會當講會當是保羅因信稱義神學的論述足完整的一個記載吼，佇這兩章內底啦吼。特別是佇對第三章第6節到第四章第7節的中間，伊用3部分來為着家己的這個論述吼來做辯吼，也是講來說明吼。因為有人誤解並且來攻擊講保羅否定迄個律法的功效啦吼。但是事實上，咱若準看保羅所咧講的，伊並唔是咧講律法無路用吼，但是伊咧甲你講律法無法度，也是講伫聖經的基礎中間，律法並唔是叫咱借着接受律法來得到救恩。今仔日個經文伊就用亞伯拉罕做真清楚的內容吼，
这个咱念伊要来做分享迄个部分吼。对迄个分段吼来讲，伊分做几个分段啦吼，就是迄个对第1节到第14节吼，对15节到20节21节到22节26到29，但无共款的圣经学家因的讲法也无啥共款吼，不过咱家己知影，大约是安尼吼。伫第1节甲第4节，咱拄则读的圣经内底，咱有看足清楚，伊开始就咧指责啦吼，咱莫讲骂囝较严重些寡吼，伊咧指责啊是讲责备即个加勒泰人吼，伫家己的圣经伊讲戆的啦吼，就讲恁既然有经历着咧圣神即个充满圣神的呼召。恁搁去听遮个有诶无诶讲法吼，所以伫遐来提醒遮个加勒泰人，因当初是安怎接受着福音，接受着即个圣神诶感动，但是有侪诶即个假教师，也是讲错误诶教导，也是讲犹太基督徒诶引诱诶下面，因就失去迄个起初诶信吼。第5节到第10节即个内底吼，伊开始咧讲着亚伯拉罕诶代志啦吼。咱知影犹太人诶律法是对当时开始，是对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才开始诶。亚伯拉罕其实是比摩西早足久诶一个圣经诶人物。咱知影伫希伯来书要讲亚伯拉罕是讲伊是一个信心的老爸，是安怎讲伊是信心的老爸？是因为伊头起先伊并毋捌上帝，上帝甲伊呼召叫伊来对伊行。照创世纪的记载，亚伯拉罕当初是要跟对上帝的时阵，圣经讲伊要去倒毋知影，伊就已经来跟对上帝。所以咧讲的是讲，因为这个信心。伊得到应允，咱若对12章第1节，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去看的时阵，咱就会当真清楚知保罗要讲的代志，吼。保罗伫迄个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一直咧强调，亚伯拉罕毋是因为律法来得救，亚伯拉罕是因为上帝的呼召，然后伊相信，要去倒毋知的中间，伊相信上帝。会带领伊相信上帝会赐福伊有土地，伊会相信上帝会赐福伊有子孙。当然，即中间还佫有一寡犹豫，一寡错误做法，这会当来讨论分享。但是基本上，整个亚伯拉罕的人生，甲上帝的关系，毋是正正律法，这是保罗伫遮足清楚咧强调的概念啦，吼。所以讲，有人攻击保罗讲伊这个否定这个律法啦吼，但是事实上伊嘛无否定律法，伊嘛无否定亚伯拉罕甲上帝的律约，所以伊伫这个所在开始用几个讲法，也是讲几个论述、几个印证吼，来去辩驳人对伊的攻击安尼吼。会当看伫第6节，伊咧讲着吼，这个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这个我想这介清楚，这是无问题。所有的犹太人拢会当接受伊讲的这个讲法，但是就是讲要安怎互因了解伫亚伯拉罕事实上无因为律法来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这个是保罗伫今仔日所要爱讲真清楚的一个概念吼，伫这个所在。第2点迄个 B， 伊讲无有人会当完全来这个受律法，还是讲接受这个律法吼，无人会当100% 吼，无有人会有这个才调吼。圣经讲咱拢毋是完全的吼，迄完全的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啦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保罗真清楚咧论这个概念吼，是这样所在吼。歹势这表拢走去啊吼。好，过来接续咧就是第三点讲，义人要因信得到性命吼。讲无有人会当100%来遵守律法吼。申命经27章26节讲，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这是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引用的经文的出处伫这个所在。吼，伊讲圣经有讲吼，伊就是咧讲这段圣经啦吼。百姓拢爱讲阿门，小可真勉强的这个回答吼。这个会当来互咱来思考的代志啦吼。过来就是讲，咱来看见保罗伊伫遮咧引用这个是讲，义人因为相信来得到性命，毋是因为律法来得到性命。伫保罗的批信中间，特别是咱若有机会去看罗马书的时，伊足强调讲律法的最后的结果是死亡，因为律法是互咱知罪，罪的结果就是死吼。但是因为相信会当得到活吼，无错时常引用是约翰福音第3章16-17节，咧讲到上帝赏赐伊独生囝，互这个世间，叫一切相信伊的吼，无至到袂无会得到永生吼。我想咧介清楚的概念伫这个所在，所以义人要因为相信来得到性命，这是11节所咧讲。所以律法并毋是出自相信啦，吼，律法并毋是出自相信。律法是咧帮助人伫即个生活的中间来分辨什么会是对，什么会是毋对，来帮助咱来接受吼。伫今仔日的保罗的论点中间，伊有讲到另外一个例，就是讲囡仔吼，囡仔的概念吼。我用迄个利未记18章18章第5节的经文讲，所以恁着爱守我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要因此来活着吼。伊讲我是耶和华啦吼。讲你若无接受的时候，你就会死。但是毋是因为你接受这个律法，所以你得到迄个活命吼。保罗伊伫这个所在所要讲的概念是安尼。另外，伫利未记26章第14节到38节，咧讲到这个你若违逆这个命令的人，你所拄着会知的。一句话来讲，律法毋是拯救的道理，是互咱知罪的道理。律法的总结，也是讲结论就是死。这个是保罗真清楚所咧甲咱讲的吼。讲律法的结果是死，伊就指耶稣基督吼。伊讲耶稣基督替世间人受着咒诅吼。基督因为世间人的罪受着上帝的批遣，代替着人受着律法的咒诅，建伫迄个塔顶悬，伊讲十字架这个救恩吼。再来第14节的经文，伊伫遮咧讲到亚伯拉罕所受的祝福啦吼。其实亚伯拉罕的所受的祝福是咱拄则已经讲到，伫摩西律法的进前介久的时间，上帝就甲应允啦。咱定来讲上帝互亚伯拉罕的两个应允，就是土地甲人民，还是讲百姓，还是讲伊的后代吼，伊的后代安尼吼。第三大点，咧甲咱讲即个创世纪18章13节讲亚伯拉罕要因行做即个大的国，地上的万国拢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伫创世纪12章的第3节嘛是安尼吼，万人都要因你得福吼。这圣经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甲启示。所有的人拢因为亚伯拉罕得到福气，应允吼，这个应允来得到福气。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毋是会当讲毋是独的，是要借着伊来做一个咱讲的迄个
典范，也是讲迄个 model， 互咱所有诶人会当甲上帝嘛做伙来立契约，来相信上帝。要透过亚伯拉罕诶子孙即个后裔，原文诶字叫做 seed，S-E-E-D 吼，连语我会讲吼，这是单数吼，这个单数是咧指耶稣基督吼，伫后壁。第16节咧讲到亚伯拉罕诶后裔，即个原文诶字吼，希腊文保罗咧引用即个是对希伯来文旧约来，咧讲到 a seed 一个种子，一个后代，这是咧指耶稣基督啦吼，这咧真清楚，保罗伫遮所咧强调诶概念足清楚诶，伊毋是所有诶伊后代因为行律法就会当得到福气，毋是安尼，是要借着伊其中诶一个吼，这个是基督，基督是指救恩，这个救恩就是因为相信来吼。然后伊伫经文内底咧讲到430冬，这个是咧讲以色列人伫这个埃及待430冬了后，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诶代志，这个律法是对遐才开始制定诶。袂当代替头前上帝甲亚伯拉罕诶立约，迄个信迄个信甲立约，所以律法袂当取代迄个约啦这是保罗伫遮足清楚伊所要讲诶物件所要讲诶物件。第19节有讲到迄个过犯啦这是律法诶第二个功用，就是讲伊要做咱诶。来讲辅导老师，互咱知影做人伫咱拄则读诶台语诶圣经内底，伊安尼甲咱讲律法亲像啥？律法亲像咧顾守迄个一个囡仔一个囡仔来互咱知影啥物货是对，啥物货是毋对就是讲意思就是讲。律法是咧帮助咱伫拄咧学习甲上帝关系即个中间，去知影安怎是会当互上帝欢喜诶，安怎是上帝眼中看到有罪，但是伊毋是迄个约本身，嘛袂当代替迄个约20节内底伊讲到一个中保诶概念中保诶概念就是讲摩西正做迄个中保。伊来中保来将上帝诶律法命令来甲出埃及诶以色列人讲，因为出埃及诶以色列人伫埃及内底已经待430冬，因已经学习侪埃及诶文化，因已经离开上帝诶规范离开上帝诶道路真久，所以这个是新诶。规范来甲因讲，恁过去伫埃及所做这是毋对诶，你袂当安尼做，你袂当安尼做，你袂当安尼做。迄个律法诶功能是伫即个所在，是借着即个咱咧讲，即个讲中保摩西啦但是尾仔伊咧讲着上帝是一个意思是讲无搁再退需要即个。用中保来个颁布命令，是上帝本身家己正做甲咱立约诶，亲像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共款迄个概念伫即个所在保罗所要强调诶。律法咧讲用第21节到25节，律法并毋是来互人甲上帝关系来破裂。也是讲，因为安尼来甲上帝诶关系建立迄个适当诶关系，然后得到救，毋是安尼啦伊伫遮咧讲到律法诶功效，律法诶功效就是讲，伊拄则已经有讲着讲，伊是咧帮助咱人来知影什么是毋对诶，因为人本身是软弱，咱无法度照全部诶律法来去做。如果咱无法度，若照旧约摩西所制定诶律法是
爱100% 去照律法来行，才会使啊吼。所以你若无照安尼个行，咱拄则所引用迄段经文申命记内底，那安尼时阵你就会得罪上帝，会得着咒诅。伫迄个申命记27章26节头前牧师写互咱吼，迄个经文。所以既然咱无在条100%来遵守律法的时阵，那照律法的看法，咱无法度得着救。因为安尼，所以上帝亲自提遣伊的独生子亚伯拉罕的后裔，成做咱的救恩。互既若相信伊的人，拢得着救。咱个倒转来伫约翰福音3章经文的讲法啦，吼，所以除非律法会当带互遵守的人性命无律法甲福音咧讲的即个救恩是无法度做伙讲吼。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讲，他叫我们能承受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咧讲啥？字句就是咧讲律法，乃是凭着经意是咧讲啥？咧讲现行。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吼。照圣经有几啊摆咧讲着上帝赏赐人活命，比如讲伊创造亚当，伊就分一口气，迄个如是圣神内底开。咱嘛看到迄个耶稣受着试探的时阵，有圣神甲伊同在。咱嘛看见讲耶稣过活的时阵，去到伫迄个阁楼顶悬甲门徒见面的时阵，讲你们受圣灵。然后第3章伫约翰福音14章，伊讲着要赏赐迄个保惠师来甲恁三个弟弟，迄个保惠师就是圣神。要赏赐咱活命，留平安互咱吼，这个拢连贯的一个概念，伫这个所在，保罗所要甲咱讲吼。再来就是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啦吼，咱爱甲上帝建立一个真细正的关系，爱讲适当的关系吼。伊直接讲到律法是咧做咱的启蒙老师。带咱来到基督的面头前啊，吼，好那亲像耶稣讲，莫故做遐个囡仔来到我面头前。所以，什么人带囡仔？遐老爸母，伊是因为guardian 吼，因伫遐来保守因、看顾因，带因到主的面前。但是带因到主的面前了后，就是主甲遐个囡仔的关系啊。连伊上老尾伊讲着这个。咱进前嘛有咧讨论着讲幼儿洗，其实这甲幼儿洗概念足有关系啦吼，这足有关系吼。伊讲，互咱会当因信称义，其实保罗无否定律法的功能，伊嘛无否定亚伯拉罕甲上帝的这个立约吼。但是就是讲，当这律法帮助咱来离开罪的管辖的时阵，咱到主的面头前了后，咱就无需要律法。因为咱已经有救恩啊，咱就已经有救恩伫咱的头前，伫咱的性命内底。好，伫这个第26节到29节中间有一个经文的话，常常去用起来挑战旧约，也是讲挑战讲旧约是犹太人的经典，旧约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甲我无关吼。迄句话叫啥物话？你知影？那伫基督内底就成做啥物人的后裔，成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完全误解这段圣经的讲法啦吼。咱知影吼，无可能因为相信的血缘 DNA 就共款啦。这嘛咱知，这是 common sense。伫遮所要讲的物件是咧讲啥？伫遮所要讲的物件是啥物货？伫遮所要甲咱讲的是讲。因为相信，咱就堪亚伯拉罕同款，平平受上帝的救恩甲祝福。吼，啥物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拄则保罗已经讲足清楚啊，迄个后裔是单数，迄个单数是咧指啥物货？耶稣基督。所以咱就甲耶稣基督同款。成做上帝的囝，
所以伫28节伊讲啊，兄弟姊妹因为相信咱就成做一体，咱毋是连体婴啦吼。迄成做一体意思是啥物货？成做一体意思是伫信仰内底的一个团体，一个集体。咱会当去看哥林多前书吼12章，咱嘛会当看罗马书12章，咧讲到基督的教会亲像一个身体共款，基督做咱的头。咧讲这个概念吼，咧讲这个概念吼，所以袂当用字句去安尼解说圣经，甲毋是解说，我感觉迄是误解啦吼。安尼会互咱伫圣经的人物顶悬有偏差啦吼，所以亲像保罗所讲的吼，讲迄个字句叫人死啦吼。你若伫遐咧苛刻一字两字安尼吼，其实迄拢有问题。你爱了解伫圣经内底所要甲咱讲伊背后的意思到底是啥物呢？咱要因为伫基督内底成做一体，所以伫加拉太书好，还是讲伫咱之前读的批信内底，保罗拢真强调，咱伫教会内底拢成做安那主内兄弟姊妹，即种的概念吼，即种的概念伫即个所在吼。好，所以保罗，咱来看问题啦吼，思考的问题吼。保罗敢有否定亚伯拉罕？吼，保罗敢有否定这个律法的功效？到底律法的功效是啥物货？因为咱相信因信称义的话，就无需要律法吗？还是讲个延伸一问题是讲，因为因信称义，所以咱无需要有行为吗？敢是保罗敢是安尼咧甲咱教示？马丁路德改教的功劳真大吼，但是伊有将代志互受到伫历代教会内底的批评啊吼。啥物代志你知无？就是保罗吼，伊对因信称义即个项物件伊真坚持，甲马丁路德啦吼，甲保罗的想法同款，但是伊无足了解到保罗的教导的精神，所以伊批评雅各书。雅各书讲啥？雅各书讲信若无行为安那，就是死的。伊讲这违反保罗的这个神学啦吼。这样代志马丁路德受到足大的批评吼。这当然是咱知影，咱有当时在了解圣经，我那有无够完全所在吼。后来第四项就是基督徒所承受的产业是啥物货啦吼？咱下届基督徒，你我要安怎去思考这项代志？讲如果亲像进前牧师跟咱分享的，感觉关只抗议带喙南的这个负面人的言论，因安尼开喙合喙着讲圣经啦，讲上帝啦，安怎出上帝创造我喘气吼，就是要我自由喘气啊，我毋免对挂喙南啊，等等这的吼。到底真正是安尼吗？安尼是因为因有够信心，咱无够信心吗？还是咱要安怎来思考咱所面对这个代志？我想这礼拜日周牧师我那会佮甲咱讲着这，甲咱做分享吼。伊用伫伊家己的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疫情甲基督徒的信仰，我想会当佮较深的帮助咱吼。好，今仔分享到这，看咱有啥物款的要来问的，还是要来分享的。来我甲这关起来，咱会当互相来请安，佮来讨论安尼。Hello， 咱家己开声音来，我甲恁开好啦。开，来，文华兄，来。对于今仔日个有啥物问题无？
记起来。婷婷，啊，这个拜无路去教会，本来想要甲你迄个当场祝你生日快乐讲。哎。你22号。哎呀，今晚老啊，想好卖过生日啦。这荧幕顶管除了牧师娘以外，差不多啊个迄个詹尼斯以外，逐个人拢咧比你迄个济岁。方便的呢，敢毋是？哦，后面这吼。后面有来呀。哇啦！哦，佫一个少年的伫遐。我跟你说话，无输声就甲我开啊。哦，歹势，啊，我都无听到咧。安尼吼。我奇怪，那拢无影。无影。嘿啊，你哪无影啦？唔知。哦。Start my video。你伫你下骹打叉会做有啊。看到一个烟头伞。资深的年轻人。资深的年轻人对。我是你说话对。方明无啦，迄个雅慧啦，雅慧我互你看。免看啦，甲看嘛，安尼咧大家看啦。我唔是啦，咱欢迎詹尼斯搁转来吼，敢无看到伊？不好意思，前阵子有一些事情。是无。你不敢请他？有啊。这容易就对啊。你看。来。看到Vicky啊，嘿，Vicky。嗨。Vicky 喊你看到。我拢吃啊。伊拢比迄款。我拢比的对面的后边。我输你到底啊？啊，老无输你吃无啊？伊伫外口。这个无看伊啊呢。伊咧顺产。咧搬头毛豆。谢谢。后面。你好，博士你好。这度。哦，这个好，这个后面那试一下。那个讲后面较少年啊。迄敢若天使头壳顶有一个衣裤啊，个这。我个这公司。你到底网络无好吧？面貌衣裤。来。转来迄个今仔日个主题有问题无？无。敢有问题？我说你个吼，佮甲迄个上帝的囝字吼，讲一遍好无？这个犹太人无共款，犹太人若准信基督教，
爱安怎，要回信的时阵，到底是安怎？搁讲一遍好无？哦，就是讲咱正做上帝的囝儿。嗯哼。经过耶稣基督，哦，若旧约的人，伊是毋是原来正做上帝的囝儿？嗯哼。哦，你搁讲一遍，讲迄个，伫即个differentiate，个要安怎去分别，安怎去迄个？咱真简单来讲一个概念吼。你伫旧约，你来看摩西等于伫埃及的时阵吼，伊上帝咧甲呼召的是，伊讲吼，因遐人拢毋捌我，我嘛毋知影你是啥物人，我要安怎介绍你，对吧？所以上帝甲摩西讲吼，你去就甲讲吼，我是伊拉罕的上帝，有无？以色列上帝，各个上帝。所以若照讲啦吼，照整个神学理论，咱讲拯救史来讲吼，咱讲拯救史的，今仔日保罗咧讲迄个分界点伫倒位？律法的功效，律法的period 到耶稣基督救恩降临了，律法的责任完成了啦，对吧？所以伫迄个律法的即个内底的人。基本上，上帝是我祖先的上帝。犹太人无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毋是上帝的囝。咱爱需要，无论犹太人也是，今仔日的经文最后有讲吼，保罗有伊讲一个吼，伊讲咱无分犹太人、外邦人，奴隶伫28节的所在。也是自由的人，查甫人也是妇人人，吼，咱拢安怎？因为伫基督内底拢是一个，所以若无伫耶稣基督内面，就毋是一个，就有分别啦。所以你若照拯救史的看法，用耶稣做分界点，你无接受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不过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其他毋是犹太人，无信主的，就是所有的外邦人，甲救恩拢无关系。安尼讲的意思就是讲，伊讲无分犹太人、希腊人、奴仆、自由的查甫人，也是迄个妇人人的分别，对无？共款，嘛无分好野人，嘛无分善假人，嘛无分你做偌济好事。也是做偌济歹事，你若是伫基督内底，拢总得救，拢是上帝的囝。但是你若无伫基督的内面，你还是你而已，你甲上帝无关系。保罗伫这个所在的迄个论点足清楚，因为相信的关系，咱就成做上帝甲亚伯拉罕迄个立约的福气的。迄个承受者啦，所以咱共款就做基督共款，做亚伯拉罕的会得到上帝迄个救恩，因为相信的关系，毋是因为律法。所以有的人有讲罗马书内底讲迄个，咱原来是毋是肉体上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但是迄个算灵性上面。对。伊保罗的神学其实足贯通的，你注意来看，无共款的册，伊咧讲的物件是叫共款的意思，对。咱无可能肉体上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啊。我嘛无爱。阮去读医学院的人吼，第一项就足侪人走去做迄个以色列的后裔，就是讲因为是较清气。OK。
你即几遍的迄个解经吼，我会讲帮助我足大，迄个讲到，因为我要讲足济吼，伊内底已经差不多分甲足清楚啊。OK，有做诶问题，啊，甲咱上帝诶囝儿的问题。互相效力，感谢主。感谢。我感觉保罗，伊互我感觉伊实在真牛啦，因为伊伫即个所在吼，伊举即个阿伯拉罕做一个，现在他为什么不举亚当，人类的始祖，对不对？他举的是亚伯拉罕，然后亚当，可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是他。照理来讲，这样子的他成为上帝的儿子是最理所当然的。可是伊伫遮，伊就用阿伯拉罕，因为阿伯拉罕上帝甲伊讲，你爱离开你的本家去哪？阿伯拉罕毫不犹豫，伊就离开。啊，毋过伫咧阿当的时阵，伊叫伊莫去食的，莫去创啥。偏要去。所以头拄无说安尼，虽然我感觉咧读第3章的时阵。我读的是灵修版嘛，吼，有的敢若词句很绕口。伊的描述毋是介好，啊，毋过无输安尼讲了，我有一个就较融会贯通，就是从亚伯拉罕延续那个信，就是信心之父，吼，咱讲阿伯拉罕是信心的老爸，吼，迄就是咱因为相信。啥物人就是因为相信，真做上帝的囝，就是最早就是阿伯拉罕开始。所以咱若是因为相信，咱就是安尼，因为相信，咱就是甲阿伯拉罕有关系，甲阿伯拉罕有关系，就是甲上帝有关系，是毋是安尼讲？吼。也就是讲，咱会当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因为咱相信的时阵，咱就要甲阿伯拉罕同款。甲上帝有契约，伊就同款的祝福。你看，迄个互的关系是咧讲，我有什么我就传什么给你。所以迄个祝福是同款的。就好像上帝跟亚伯拉罕有立约。那我们若是跟亚伯拉罕是一样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信的关系，我们就跟亚伯拉罕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也会在这个约的当中。对，这是足清楚的迄个。了解。对。我提起吼，这个这字吼，迄个创世纪3章15节遐吼，这个字就原来是这字，就是原来单数，就是讲将来这个后裔要来战争的时阵，甲蛇的迄个大蛇的脚，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相共人。保罗引用的希伯来圣经，迄个后裔嘛是单数啦，所以伫遮才会安尼讲。对，这个后裔伊就是指耶稣。所以你当看讲哦，保罗其实你也注意看，伊常常引用圣经，伊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你看这个疫苗，直播上疫苗你看这疫苗头，底下正好那个430就是打字不能日子。起价。无效。
还有无？没有。所以我来讲一个，好像有一点呆呆的，有一点，你唔好，恁大家都罔听吼，我的想法安尼啦。我常咧想讲，上帝吼，迄当阵，叫摩西颁布这个十诫这个律法开始，所以说那时候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律法，要不然违背律法的，就是有罪，结果就是死，结果就是死。所以迄当阵，上帝吼，上帝伊可能对咱的期待真悬，伊想讲伊的律法，恁大家都守律法就好啊。结果无拍算，因出埃及大家伫遐咧创啥，颁布律法了后，大家嘛是拢照常你讲你的，我做我的，若抬来抬去创啥，安尼拜偶像。到尾上帝看安尼也袂使啊，只好甲伊囝送来遮，为着咱来死。所以我感觉想咧，这是一个你若讲足简单，嘛是足简单的一项代志，就是你就是相信就好啊。毋过你若要去真正要本来毋信，要真做会当去相信，迄是原来是。一线之隔，可是对有的人来讲嘛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咱这若是要相信的时阵，嘛是爱信心做工嘛。对。应该吼，咱若对于旧约的律法来讲吼，若照圣经出来嘅记载，上帝只有互以色列人透过摩西互以色列人几个命令？10个啊。10个呢？为什么到尾也变做613条？为什么？这个偏偏已经讲到一个大概啊，就是讲因伫迄个过40天旷野的生活的中间，因一再咧犯伫埃及做的毋对。你知影即摆律法吼，愈定愈侪有无？你是讲台湾律法院存在，一天到晚都要律法嘛？即摆有防疫的关系，就一天到晚就有新的规定嘛。你就发现讲，其实人拢一直伫迄个上帝甲你讲毋通做的这中间故意去犯做，所以你就爱愈来愈侪提醒讲，这个袂使，安尼佫这个嘛佫袂使，迄嘛佫袂使。咱袂晓想讲，我就真单纯来相信上帝，来跟随上帝，咱无都伫迄个信中间安尼来做，所以到尾我拢爱挖靠迄个律法来甲我讲，安尼这个袂使，安尼袂使，我去互白死去啊！所以犹太人到尾吼，当死守规条，但是这个死守规条，佫毋是自我要求别人，都是要求别人这是最糟糕的，这是较可惜的所在啦。只有一条歌词咧讲圣经亲像一个明镜，就是这应该是帮助咱家己来互咱学习要安怎行迄个镜道。但是咱通常是民间宗教迄个镜挂伫咧门口，佮顶管尾巴挂，叫做照妖镜，都在照别人，不是照自己。太可惜。保罗伊伫遮的时阵
伊虽然讲一直强调讲，就是讲你着相信，会当成做上帝囝。毋拄伊用迄个阿伯拉罕来做的时阵，伊并无甲即个律法否定掉。无呢，无，伊完全无，伊等到讲，即个你爱有先有即个律法了，才延伸一直到信，是毋是会当安尼讲？就是像罗博士，你头先嘛，还是顶礼拜咧讲，因为你上帝知影讲人无法度靠人无法度去守即个律法，所以爱靠变做讲爱去相信耶稣基督，也相信才会当来帮助咱来赢过即个罪，还是讲输即款的物件。对。其实不用，我已经有一个，没有，不对，有2个信号，因为它第4集讲的第2个，你的电子模式是任意用这2个都算是电，所以你不管怎么样，有这2个信号。我来和恁分享一个检测有趣味的代志。我捌一对迄个伊朗的夫妇，伊朗的夫妇啊，伊嘛都拢60岁啊，伊是伊朗的，你知好选因拢是 Muslim 穆斯林的。我迄阵去看到迄个因太太的车内底吊一支十字架，小支十字架啊。我本来毋知讲，我毋知安怎问，你是安怎来吊十字架？你是 Christian 是无？你敢是基督徒？啊，因某讲伊要找一个机会，才要向我讲安怎是安怎伊吊迄个十字架伫遐啊，所以几礼拜前伊拢向我讲是安怎吊迄个十字架伫遐啦。啊，就是几若之迄个occasions 啦伊讲伊拢有去拄着 Jesus， 教伊讲是 Jesus，OK， 所以因是穆斯林的 Muslim。伊讲我细汉的时阵，阮爸仔母拢甲我带大，阮是 Muslims， 啊，伊就叫阮来做好人，来安。但是伊几个，我就免搁下面讲伊什么遐 example， 变做讲，所以下面做姊妹要做伙的时阵，我拄着代志啦啊咧，伊讲你讲拄着代志了，想讲要安怎，毋知要解决就袂当解决啊。一个姊妹就讲，无咱甲 Jesus 基督，咱甲 Jesus 基督。因讲甲 Jesus 基督，啊，像迄个代志，像解决有解决有现。我咧毋是即个代志，伊说有若另外一个代志，讲变做讲伊有迷茫着啥物货，看着啥物货所看着迄个物了无偌久，像讲人甲带一个啊村内底人甲招去因教会，迄是天主教，迄可能是墨西哥人。啊，就因为看啊去啊，你去问要入去落是安怎？伊互言密，搁下面民望的拢相像安尼啦。有一支十字架伫遐，所以才甲迄支十字架吊伫车内底。OK。啊，所以有几个 occasions 伊讲啊，你哪想有看到 Jesus， 但是伊无相信，伊其实伊无概念讲是啥物是基督教嘛因讲经验就知影Jesus， 啊，可能因对因来讲，检查讲 Jesus 是一个，他是一个神，还是啥物？
一个先知，一个人。咱这个社会，咱社会，咱这主流的基督教，大家拢是基督教，拢是有咧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因的对来讲，因的 Muslim 讲，因的有咧现在Jesus 这个存在，所以你感觉讲无，咱来向 Jesus 求。记得。安尼算因忝。减在，迄个变做有个人就我神遐济，咱无咱找一个较灵的。嘛无伫教，我毋知，但是咱基本来讲 ，OK， 我咧还没教讲话时，这是伊向我讲的啦吼，伊向我 share 一寡代志，即较较亲密的代志安尼啦。就讲，你是变做伊一个感觉，所以伊的车内底掉一支是日记，伊问到伊是一个 Muslim。伊这 Muslim 的时阵，伊会当用阮讲内底，伊会当去掉一支是日记啊。有去感受着啊。对。安尼这是伊其实就是变做讲，伊这穆斯林伊的信仰无坚定嘛。嘛无一定是安尼啦吼，就是讲，真有可能就是伊即马拄着困难的时候，伊感觉伊原来信仰宗教内底，伊感觉还是不平安嘛，所以伊会想讲，我要来找看卖啊吼，其实咧讲，你咧讲这个，就是像阮阿公甲阮的阿祖，伫100几年前就是安尼啊。伊就是民间宗教的人，破病，这工护术士拢无法度甲因帮忙嘛。迄阵也无啥物医生，也无啥物病院嘛，对无？就四界去咧找到尾也是宣教师，甲帮衬对因祈祷，甲因关心，了病就好去啊。所以就开始来追求这个信仰。我想这就是上帝咧做工啦，这就是甲信心有关的。你像阮阿公得救，阮阿祖得救，我尾仔阮阿公做牧师，阮阿公的小妹嘛做台湾的第一个女牧师。因也毋知影啥物叫做迄个犹太律法啦，对无？那是因为因相信，然后来得到这个救，得到迄个活命。佫有无？领回来干多笑。咱来讨论最近较热门的话题啊，感觉关遐妇女，咱感觉安怎？因是有信心，还是安怎的一个表现？这个毋是干那感觉关吼，佛利达做嘛是真人安尼，听讲德州嘛有安尼吼。我这个咱讲迄是基督宗教的义和团。这种代志吼，迄是伫迄个 Orange County 的迄个 Boros Superintendent
嘿嘿嘿，也是伫迄个 City Council 讲的。对，嘿。是干嘛关的？迄个变成议会，也是迄个市议会讲的。OK， 但是我想，大家人拢有表示伊的自由嘛。但是我感觉这因所讲的，咱嘛是听，但是你做决定的人，嘛是有上帝予因的智慧啊。因所做的决定嘛是有因的决定，敢毋是？因遐咧讲的话，几个人咧讲的话，互人放大。因咧讲的，检在足少数的人，但是有诶嘛，多数的人嘛讲别种意见啊。遐意见嘛是应该是爱互人听着才对啊。这嘛是感觉。但是so far，我想咱的迄个政府的官员，咱嘛是要替因祈祷，讲伊有够遐智慧，通做好判断啊。对啊。你美国社会，当然咱大家拢会当表示咱家己的意见啊，咱毋是讲拢甲一言堂的社会啊。是。而且我感觉即马不管是新闻，还是讲一个人破起你一项代志，啊，搁一个事件，有当时真主观，有当时伊用的角度，所以有当时你会互人感觉讲，有当时会误导一寡人的看法。所以我感觉即马爱真细致，嘿。亲像足侪迄新闻创啥嘛是有假的，嘛是有甲伊无好的所在去放大的，嘛是真侪，嘛是足侪。所以我是感觉讲较无彩是引用太侪圣经的话，啊，伫遐到尾拢骂人安尼哦。所以无论伊安怎去甲截取，伊就是讲遮的话，搁伫迄个public的中间啦吼。而且伫伊。我咧看这个影片内底有一个物件，因阁无用出来，就是因中间有一个人伫当场甲迄个卫生官员吼威胁，我知你住伫倒，我知恁囝伫倒位上课，所以干嘛关迄个卫生官员马上辞职啊？辞职，对啊，所以基本上伫这事件顶悬，其实我有看足侪个无共款的角度报告啦，像若总讲是我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有权利发表话语，但是我绝对袂用上帝来成做我的工具啦。对。我用安尼做自我反省啦。若准是我的时阵，我袂用安尼来讲话啦。我会当反对你的做法，比如讲即摆过来，感觉关教育局已经宣布讲，要求所有的学校爱转去学校做physical的上课。这个决定是对毋对？其实大家人拢会当讨论啦吼。但是我袂当甲你用讲上帝圣经安怎讲安怎迄个。就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英国的判例啦吼。英国的判例就是讲，儿童少年法院吼，会当去判18岁以下的病人，医生会当照专业的判断，强制你爱安怎做。有一个家庭是迄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你知影伊无要做一项什么代志？袂当输血。对，袂当。迄一个囡仔特别要死啊，但是输血马上就可以救他的命。伊老爸母拒绝，当然伊病医就甲告去法院啦嘛，吼。尾来是法官甲决定讲，好，你爱接受病医生的专业判断，我就正经救起来。救起来，你还搁第二摆破病，迄个囡仔超过18岁啊！迄个囡仔家己选择讲，伊咧照伊的 religion， 所以无爱输血，就去啊。像即种的，就是讲，有当时伫迄个宗教内底教导无一定是正确的，
伫遮诶时阵，咱会当讲，咱要安怎用信用来思考，讲上帝是要爱我做啥？上帝爱我真正是白白的为着迄个宗教的规范，所以我无爱输血要丧失生命吗？还是上帝感觉讲我会当受到帮助，我存我会当去做较侪代？我想咱有足侪物件会当自我来思考来帮助啦。但是你若讲，干那要出去甲人讲话是时时刻刻拢讲啊，圣经安怎讲啊，你就爱安怎啊？我感觉我不认为这是信仰啊。亲像法利赛人啊。好，若无咱先来祈祷，结束这个查经了，咱再来开讲。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会当透过网络搁一摆组织，伫加拉太书第3章中间，阮会当搁明白对保罗的论点来看见讲，这个因为相信来得到救恩，甲律法的差别伫叨位？阮也求主这个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真正过一个搁活的活命，是你所想赐阮的活命，就像保罗所讲的，是你伫阮内面在活，毋是阮家己在活。阮感谢你过去一段时间，无论阮拄着艰苦心的代志，是拄着一寡二担当的代志，也是阮拄着这个疫情，你伫阮生命中间的保守来看顾，阮献上感谢。也感谢互阮今仔日的组织，阮也伫遮为着李表牧师因还未介完整的洗澡档的这个中间，求主你继续来看顾因，保守因，互因有气力，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先甲这关起来。